看真有历史，伫澳洲悉尼举办的旁船赛哦，昨头一天的比赛，就去拄到大风大雨甲落冰甲。本地要比赛103个队伍，剩98队继续在比赛。伫昨个比赛内底哦，有一只叫做奥利的鸟仔，嘛真做是选手，是真受到注意。 第一案有9队退出比赛了，一共剩98队伫咧比。其中一支已经退出比赛队员讲，虽然方面换来，大家伫咧海上经历差不多3点钟的暴风雨。这项比赛是自1945年开始举办，全程差不多1200公里。这届比赛有一个趣味的代志，是一只叫做奥利的鸟来参加，是78年来第一只鸟选手。 Well, I think Ollie's already fully prepared. He's an experienced sailor. He's spent several years. 威廉斯是海军退伍，过去5年伫咧澳洲附近的海域航行，特别出海总是带奥利做伙。当初伫咧报名的时阵，有向大会通报。大会虽然感觉奇怪，不过比赛规则内面确实无明文禁止动物参加比赛，而且进前也有真侪鸟伫咧海上旅行的代志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